姐姐，有事吗？黄歇走了。我知道。臣弟以为不该放他走，你想怎样？派兵追他回来。黄歇雄才盖世，满腹经纶，若能留在秦国，日后必将成为秦国的股肱之臣。可惜，这人能留住，心也留不住。即使留不住，也切不可放他去楚国。楚国，那是他的家乡。如今的楚国是只残牙断爪的病虎，若有了黄歇，这只病虎有可能会被治愈。不会，楚国已经病入骨髓，就算有了子歇，也只能是苟延残喘。萧然不明白，这黄歇明明可以留在秦国大展雄才，可他却偏偏要……萧然，让子歇割舍不掉的，不是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，而是生他养他的热土。我这一生欠子歇许多，我该让他了此心愿。通告各个关卡，对子歇一路放行，待遇优渥。是。记得子歇临行前曾说：“商君之法过于严酷，轻罪重刑以恶治恶。”此话可有道理？商法严厉，才能使众人敬畏，但执行起来，难免会有过度的情形。臣弟听说有小孩子因为偷采了邻家几片桑叶，也要罚处徭役30日。姐姐可还记得我这根手指？可见子歇所言并非没有道理。萧然，你去替我好好核查，在执行商法当中，若有滥用酷刑、过于苛刻薄情之处，应酌情予以纠正。是。还有事吗？罚处事宜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。
白起，朕命你为左庶长，受此虎符，千骑斩将，挥师伐楚。遵旨。公元前298年，白起、魏冉、米荣、司马错兵分两路进兵楚国，斩首楚军5万，得15城，楚国政局面临崩塌。大明被秦人扣押，如今国家危亡，如何是好？秦人背信弃义，扣押大王，又从两路进袭我楚国，令我头尾不得相容。如今楚国危在旦夕，我等必须立刻整顿兵马，动用倾国之力，再度迎战秦军。如今大王尚在秦人手中，谁来下旨号令三军？那依晋大夫之意呢？这，自然是要想办法先迎回大王。为了保证大王的安全，切不可做出触怒秦人的事情来。就是因为担心大王在秦国的安危，我楚国将士缩手缩脚，瞻前顾后，以至于我们三关洞开，秦人兵不血刃，长驱直入。眼看秦兵直捣郢都城下，我们若还抱着不可得罪秦人的想法，那就生生把都城宗庙都送到秦人手里了。那以你们之见呢？秦人扣押大王不放，为的是挟持大王，胁迫我楚国。我们对秦人退让越多，他们越不可能放了大王。为今之计，我们只有另立新君，让秦人知道，即便挟持了大王，也无济于事。那时候我们再与他们谈条件，才能够迎回大王。若立新君，当立公子兰。太子明明义立，为何要提公子兰？若不是太子在秦国为质，杀人潜逃，又如何会惹怒秦人，扣押大王？似这等不忠不孝不义之辈，又如何能再为楚君？大王在入秦之前已经跟臣妾说过，要废太子，另立子兰为楚。口说无凭，大王可否有留下诏书？太子恒在齐国为质，如今秦人攻城，火烧眉毛，这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呀！谁说太子恒仍在齐国？太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太子在秦国为质，私逃回国，导致大祸。如今太子在齐国为质，又潜逃回国。你难道嫌楚国还不够水深火热吗？南后有旨，将太子恒拿下。是，慢着！大胆！是老夫下的命令，与齐国递交国书，请太子回国的。老令尹、三闾大夫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大王蒙难，秦人兵临城下，楚国危急存亡之际，当令太子继位主持国政。你不顾大王的旨意吗？南后假传圣旨，乃逆天大罪。你们反了！大王早就说过，太子失德当废。这是朝堂，请容妇人指手画脚。来人，请南后回宫。是。你敢？谁敢？进上！这是死人吗？进上！三闾大夫，南后毕竟是南后，你们竟敢如此无礼！老夫糊涂一世，这一刻我看得清楚。你这蛇鼠奸佞，若不滚开，老夫将你当场击杀！太子请。请太子继位。臣
拜见大王。众卿，免礼。谢大王。此刻太后还未下旨，我们该如何进？白将军、魏将军，太后下令撤兵了。什么？太后下令撤兵了？楚国发生政变了。什么？黄歇请出屈子和令尹昭阳扶持太子恒登基为王。眼下是屈原主政，除了集结重兵守卫郢都之外，还联络诸国，企图合力围攻我军。当初太后不肯听我劝阻，执意放黄歇回楚，真是一步错棋。黄歇是太后最珍惜的贤良人才，他是绝不会难为黄歇的。问题是，如今黄歇与屈原日月辉映，相得益彰，合力扶持楚国新军，的确不好对付啊。我等既然没有必胜的把握，撤兵和谈也好。为扣押楚王一事，楚离子亲自出使诸国，累坏了身子。太后已经让白起撤兵了。是。太后怎么说？他说，他果然没看错黄歇，并说，此时伐楚本就不是灭楚，而是弱楚，不能一蹴而就，是该撤兵的时候了。太后不愧是当今女丈夫。母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仙鹤。公子服长得浓眉大眼，活脱一个小。义渠君在西北戍边，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。给他们做的新衣，派人送过去了。都送走1个多月了，早该收到了。太后，今日春色媚人，让公子服到园子里走走吧。你就带着小公子去园子里走走吧。是。公子服，随我来。母后，那福儿先告退了。去告诉大监准备车马，我要出门一趟，去见个故人。是。慧儿，替我梳妆吧。那慧儿给太后梳个何样的发髻？寻常的就好，就梳个楚国的发髻吧。你们当那故人是谁？是大王不远万里请来的楚国大王，也算是我的兄长吧。啊，楚国已有新君，这退位的楚王该称先王才是。先王，太后，陨了的大王才叫先王，不是？是啊，其实他与死了也没什么区别。太后来了。你可认识我？恕寡人眼拙。你不记得我了？父王留给你后宫兄妹几十个，你我虽然见过面，
但你也早将我忘干净了。是你是芈月，你是寡人的王妹，就是你，害得寡人好苦。大胆！太后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，有何叫不得？我乃一国之君，你等却如此怠慢于我。行，吾王夷鲁不亲吾美女伺候，接我来咸阳，却不请我入咸阳宫，把我放在这郊外一个小小行宫，见不得人的鬼地方。这就是你们秦国的待客之礼。你虽行无王夷鲁部，寝无美女伺候，但时有善夫打理，亦有锦缎丝绸，楚王也不算委屈。哼！你们秦国的膳食、丝绸，怎能与我楚国相比？你若识趣，好好的将寡人送回楚国，免得两国交兵，以血洗血。只怕当下无人肯为你发兵救驾。只要寡人下诏书，我楚国贤臣济济，晋上大夫对寡人披肝沥胆，还有老令尹朝阳，一贯是忠心贯日。可惜啊，你的诏书下得太晚。数月前，我秦军大举伐楚，连下15城。你们老令尹和屈夫子责怪你贪恋秦国山水，不肯归楚，所以扶太子登基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子恒也已成为楚国新君，你后继有人了，可以安心了。逆子，他这是想要寡人的命啊！王妹，你若将寡人送回楚国，待寡人复位以后，愿用半壁江山酬谢你。原来你心心念念的，并非是你的江山，而是王位。有了王位，什么不可以有？江山美人皆可失而复得，寡人才是一国之君，绝不能让人就这么谋朝篡位。等寡人回了楚国，先要严惩芈衡那个逆子，还有朝阳那老匹夫，还有屈原，还有……只怕楚国并不期盼你回去。芈衡得位不正，臣民不服。自寡人继位以来，肆意无不臣服。你继位之初，借先王余威，楚国曾一时成兴旺之势，甚至被推为6国合纵之长。只可惜，你此后信佞臣宠奸妃，贪小利少谋略，将那楚国在先王手中创下的大好局面步步断送。你已是楚人身上的拥居钉疮，没有你，只怕楚国会好很多。王妹，人非圣贤呐！只要你送寡人回楚国，寡人发誓，以后一定事事为秦楚两国着想，永结秦楚之好。乌郡，还有黔中郡，寡人可以把这天下富庶粮仓都割让给秦国。你的话可有信用？有，寡人可以当下就给你写下承诺凭证。你已退位，你的承诺凭证不值一文。只要你能助寡人复位，何愁那些城池土地呀？我曾经被饿怕了，
不喜画饼充饥。既然秦国见不到乌郡和黔中郡这2个天下粮仓，那只好委屈你，在此处多盘桓些日子。寡人要回郢都，寡人一刻也不能在你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再耽搁下去了。你会回去的。既然你愧对父王的在天之灵，有一日楚地归秦，我会把你送回郢都去，把你关在先祖的陵园之中，日日向父王忏悔，让世人看看这昏君的下场。你敢！大秦功臣以魏冉、米荣、白起为首，勤劳国家，功德茂盛。特封魏冉为穰侯，米荣为华阳君，白起为武安君，公子嬴福志节谨度，满而不义，特封为晋阳君。臣谢太后大王隆恩。免礼。虎威啊，刚才看到了吗？我儿子多有出息。你怎么不高兴？那是秦国的分封，跟义渠没什么干系。怎么没干系？魏冉、米荣、白起是谁？我七弟。嬴福又是谁？我儿子。大王，那魏冉、米荣和白起是秦国的战将，不是咱们义渠的战将啊。那又如何呀？如今我义渠已经归顺秦国了，还分什么义渠秦国的？哼！可大王你儿子姓嬴，不姓翟。你说的这话我不知道吗？大王，太后是大王的女人，那也就是咱们义渠的女人呐。可她心里装的都是大秦的江山社稷，哪里有一分一毫是给咱们义渠的？够了！你还想让太后给你什么？你不是已经做了上将军？上将军，既然是分封，那也该有我们义渠兄弟们的份儿。就算我当上了上将军，那其他兄弟们呢？咱们义渠的兄弟们也该在草原之外的地方也封个什么侯啊、君呢当的。凭什么他？大王，大王，雍大人，司马将军，在下有话。将军但说无妨。今日分封之事，只怕诸臣心中会有所不满啊。将军说的是公子服，他毕竟是太后的亲生儿子。大殿之上还有很多有功之臣，公子服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，寸功未立，太后却封他为君，居然与战功赫赫的白起等人并称，这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将军当知道，这晋阳君之位并非太后私心自用。这些年，义渠君及其手下立了大功，但义渠人
只会打天下，不懂得管天下。太后不能分封他们，只好转封小公子。一来为小公子亮于人前证明身份，二来也是安抚义渠君之心呐。怎么说来也是无奈之举啊。当初太后对义渠人如此看重，是因为他们为大王登基及平定诸公子之乱立了大功。后来凭借义渠人之手，大清建立起一支骁勇善战的无敌铁骑。如今，在这支铁骑当中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是义渠人，多少是秦人。太后这么做，也是为了大秦的江山呐。大王回来了，快把衣服拿过来。瑶儿，你马上就要临产了，怎么还动来动去的？应该多休息。瑶儿请大王更衣，太后说了，要在交房殿举行家宴，让大王过去。家宴？什么家宴？义渠君回来了，太后说大家许久不见了，应该聚一聚。寡人不去。寡人会差人禀报母后，就说寡人身子略感不适。大王真的是身子不适吗？实话讲，只要与那义渠人共处一室，寡人浑身上下哪儿都不是。太后请大王过去，恐怕不只是为了撮合大王与义渠君，更多的是兄弟之情和母子情缘呀。大王，你还是过去吧。走喽，飞了！福儿，飞起来喽！在草原上就是这样的，飞哟！臣弟见过王兄。母后。坐。小子，你还是跟你的福弟坐下面吧。你说什么？你母亲的身边自然是我的位置。母后。继儿，今日是家宴，不必拘礼。我和义渠君已许久不见，有些话要对他说。你和福儿先述述兄弟情也好。奏乐，献舞。今日大家可放纵些，多喝些酒。云儿，我们共饮此杯。王兄，福儿敬你杯。福弟，你年纪还小，少喝些酒才对。谢王兄关心，福儿记住了。哎呀！云儿，来，尝尝这鹿肉。怎样？肉质鲜嫩，果然不错。继儿，
亲敬你一杯。义渠君，尝尝这果子甜不甜？甜。义渠君，寡人敬你一杯。来。继儿，母后，有一阵子没有见到王后了，她可好？多谢母后挂念。楚王关押在咸阳郊外，毕竟父女一场，他心里一定忐忑不安。瑶儿识得大体，从未提及过此事。王后是个懂事的孩子。方才酒席间，继儿做得很好，王者胸怀气度，母亲欣慰。孩儿不明白母亲什么意思。义渠君生在草原，长在草原，不太懂得礼数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他不懂礼数。当年他也曾面见过父王，难道父王在时，他也敢这样对待他？继儿，我大秦今日，有何理由要一个大王看戎狄人的脸色？我们是亏欠了恩义，还是逊色了武力？若是亏欠了恩义，这些年给义渠人的优容，大量的军械、财物、粮食，已经足以偿还了。他若还嫌少，寡人可以再给他几座城池吗？若是逊色了武力，那我们也不必再去伐楚、征东了。先把这卧榻上的戎狄给解决了才是。继儿，义渠君虽然礼仪有失，但他对我秦国，无论是过去、当下还是来日，都是极大的援助。你怎么可以为了一时之气，有这种自毁栋梁的想法？若是这栋梁妨碍了我们的腿脚，那就是放错了地方，让我们画地自求了。继儿，你喝多了。君王需要的是制怒、慎独。等你明日清醒了，再来同我说话。太后，你们怎么站在这儿？义渠君不让我们进去服侍。你们去门外候着吧。是。你怎么背上又多了伤口？两军交战，哪能没有伤啊？那这肩上的伤呢？嗨，这是上月与林胡人交战，不小心被斧头蹭了一下。这一蹭，就差点砍掉了你的肩膀。肩上伤口正在长肉呢。不准用手抓。好不容易刚刚结了疤。月儿，
还是你这儿舒服呀？住下来就不想走了？那就别走了，省得我整日提心吊胆。那可不行，你天生就离不开这一道道宫墙，一道道门。我却离开了草原不能活。我没逼你跟我回草原，你也别勉强我住到你的四方天里来。你这匹不知归家的野马，你怎么就不惦记我，不惦记福儿？你手下将士成千上万，何必要亲自披挂上阵，让白起、魏冉替你领兵打仗不好吗？我们一群人的兵马，只能我们一群人率领。啊，说到这儿，一会儿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月儿，我想好了，下次再出门，我想带上福儿，让她跟我回草原看看。福儿，她才7岁，7岁不小了，哼，是该让她掌管草原的时候了。等以后我老了，打不动了，我就让这小子替我去打仗。福儿是秦国公子。我已经给他封了城池，将来他麾下自有百战之将，何必要他亲自出征打仗？你这是慈母多败子，你想把我们福儿养成屋檐下的小家雀，不骑马不打仗，哪能算得上我们义渠的男儿？义渠人和秦人各有长短。义渠人到了秦国就要学会秦国的规矩，并非事事都要靠刀剑和拳头。好男儿也不必从生到死都在马背上。你说的好男儿就跟你儿子一样，啊，永远在人面前唯唯诺诺，俯首帖耳。什么我儿子你儿子，他们都是你我两人的孩儿。继儿有何不好的？知书懂礼，善解人意。倒是你。身为长辈，故意招惹他。今日家宴若不是继儿大度，我还不知如何收场。他不高兴，动手就是了。你要跟自己的孩儿动手吗？哼，算了，他姓什么呀？姓嬴，他不姓翟。哼，在这个宫里啊，连我自己的儿子都不能随我的姓。你是诚心想有一日断绝我们的父子亲情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眼睛不瞎，嬴稷从来没有把我当成父亲。他父王在他10岁的时候才早的，他心里惦记生父，不容易转还。他是小孩子。你跟他计较什么？他还小孩子，他都要生儿育女了，只有你仍然把他当个孩子。我不和你说了。今日你是诚心与我胡闹。我可没胡闹啊，我说的都是正经事。你这个太后再威风，那也是我们义渠的女人。若朝廷分个有亲有疏，那也得先让好事落在我们义渠人的头上。说到底，这秦国天下也有我们义渠人的一份儿。太后，雍大人魏将军求见，请他们进来。是。太后，怎么了？昨日半夜，楚王米怀买通身边的侍卫看守，逃出行宫，不知下落。派人搜捕了吗？已下令秦军封锁各路关卡，缉拿米怀。
见繁华如许，我驾驭山河，千声万起，我却追忆海底。想过无采无期，相遇梦相许，想任你解脱红尘之欲，永生不得离去。西风向孤独的人吟唱，是谁在拿捏心里的伤？将欢情推理，片刻时光，今宵已在夜中央。西风向孤独的人吟唱，是谁在拿捏心里的伤？将欢情推理，片刻时光，今宵已在夜中央。将欢情推理，片刻时光，留至未央，夜中央。来，走吧。啊，下一个。走吧。哦，你拿来看看。可以了。你，哎，不接。明日这是怎么了？
如临大敌的，我们的听说那楚王米怀跑了，眼下正满城搜捕他。哦，走吧。这么多人，看不住一个楚国老头，让他在眼鼻子底下溜走了，一群废物。走，走吧。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是啊，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排队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老子是谁不知道吗？将军，今日大王有令，任何人出入咸阳城，都当接受盘查。这咸阳城就是老子带人拿下的，你们大王的王位也是我等拿性命换来的。你说，该查不该查？啊！将军，君命难违。闪开！将军，闪开！跟我来！是。闪开！敢挡老子的道！胡威将军，蒙将军，我等都是大秦命官，既然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就该按照大秦法度办事。一渠将士不在军营之内，就要遵守大秦律法，任何人不得违背。更何况，今日情况特殊，要缉拿要犯。我虎威已经出了大营，来到了咸阳城。蒙将军，你说这些废话什么意思？想打架呀？来呀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持械私斗，都不想活了？收起来！放行！进城！雍大人，那些义渠人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大秦法度，飞扬跋扈，出言无状。若不加以约束，任其放纵，只怕会被别人效仿，同恶相济。长此以往，这咸阳城内的治安将难以维持啊！宫中传来消息，说王后即将生产，大王情绪焦虑，太后呢又政务繁杂。这义渠人的事情也是棘手的，只好先往下压一压，等我择机再向太后禀报此事。继儿，怎么回事啊？不好，瑶儿早产，太医已经在里面了。王后还不到产期，怎么会突然早产？瑶儿听到了米怀出逃的消息，动了胎气。身边伺候的人呢？是谁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后的？奴婢不敢。王后吉人天下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生了！恭喜太后，恭喜大王，王后生了一个小公子。恭喜太后得了一个嫡孙，大王得了一个嫡子。大王太后，王后产后血流不止，恐有性命之忧。快进去，全力施救！务必要保住瑶儿的性命！去呀！王后怎么样了？王后她……快说呀！王后她不行了。瑶儿，继儿，大王，大王，产房不急，不能进去啊！继儿，母后。大王，不能啊！大王，
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说说话。瑶儿，先生，雍大人和魏冉将军来了。快请他们进来。是。楚离子，楚离子，坐。楚离子，太后和大王听说你贵体前安，非常牵挂，特派我们俩前来探望，让大王和太后费心了。听说那楚王怀被抓回来了啊？是，在魏国边境上，那楚王怀穷途末路，先是到赵国，赵国不敢让他入境，后又到魏国，魏国也不肯接纳，随后就被魏冉将军的人马给追上了。这就是自作自受，破鼓万人锤呀！你当何苦要如丧考妣呀？啊！老夫心中着实是欣慰的很呐。想当初，老夫曾与太后打赌，10年为期，恢复先惠文王之基业。这10年期还未到，大秦之盛况已远超先王之时。哼，老夫就算是即刻撒手人寰，也可效为先人了。楚离子乃大秦智囊，一向料事如神，不知对我等还有何嘱托？老夫曾嘲笑太后狂妄，可眼下老夫是真想看到大秦一统天下的那一日。要说嘱托，有2件事可放不下。对外，秦国的对手不多了，只4个字：若楚灭齐。对内，我们都知道有个雍庄是大秦的心头之患。那义渠君为大秦立下大功，但他不服秦国律法，自行其事，成为国中之国，迟早是要出大乱子的。但如今太后摄政，我们想动他很难呐。既然朝廷上下都以默认嬴福为我大秦嬴氏血统，那义渠君作为他的生父，就算继续留在宫中，恐怕也无人敢公开指手画脚。更何况，大王与太后母子情深，如硬要大王动手，恐怕……老夫不是说让大王动手，是要提防着有一日
那义渠人先动手。楚离子的意思是，义渠人会反。那义渠人天性强悍，胆大妄为，近来又有愈演愈烈的苗头。大王已经承认了，早晚要亲政。待大王自掌权柄，号令天下之时，只怕那义渠人会变本加厉，不听调教，内乱回国。这大秦将有阴难。处理子之嘱托事关重大，我等不得不未雨绸缪。处离子的后事安排的如何了？都已安排妥当，以国相葬，后续加人。另外还有一事，处离子已过世，但国相之位悬而未定，不知雍大人对相位是否有意？谢太后厚爱，但老臣老迈了，太后不如提携一个风华正茂的人才。雍大人心中可有人选？微臣看，魏冉将军文韬武略，智明勇功，最合适不过。举贤不避亲嘛。对了，太后是否听说楚王怀没了？何时的事情？自从将他捉回咸阳，米怀就一直是泱泱不乐。前几日突然不肯进食，太医院派人看过，说是肝郁气滞之症，昨日病故了。米怀昏聩，却恋故土，一心想回郢都去复位，就把他送回楚国吧。是。说起楚国，不知雍大人有何打算？当日我让白起和米荣在楚国撤兵，是因为楚国刚刚立了新君，上下一心，士气大振。伐楚久攻不下，拖延下去，大量将士滞留楚国，开销庞大，收获却甚微，得不偿失。所以我提出了改灭楚为弱楚。太后所言甚是，既然当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快速灭楚的机会，倒不如暂时退一步。处离子临终前曾留下4个字：是弱楚灭齐。眼下楚国势微，其余5国中能与秦国抗衡的，只剩下齐国了。齐王向来贪暴不义，他刚刚灭了宋国，至交意满，招得诸国愤恨。燕国与齐国素有血仇，而秦国与燕国历来交好。派人去告诉孟嬴和燕昭王，就说我大秦愿意出面，联合燕赵魏韩，共同伐齐。是。这么多年，孟嬴和苏秦一直郎有情妾有意，当年未能成全他们2人，难免心里愧疚。灭齐是他们2人终身的夙愿。这次联合燕国讨伐齐国，先不要说对我大秦有何好处，我是该先还他们一个人情了。听说处离子临终时，还有一事搁放不下。太后该知道是什么事。处离子过虑了，亲情和时间是能化解一切的。那此次征讨齐国义渠的人马，让他们也加入，要一视同仁。公元前284年，燕、秦、赵、韩、魏5国伐齐，
连下齐国70余城，势如破竹。联军攻入临淄，齐王被杀。齐国除了莒和即墨2座孤城，国土尽丧。各位爱卿，齐国亡了。恭喜太后，恭喜大王。分这么点儿，哪够我们用的？就是。这次讨伐，朝廷论功行赏，该封的封，该赏的赏，唯独落下咱们一衢。太后不是赏了我们金银玉器吗？还有酒水、腌肉，还赏给咱们大王4座城池呢。你们2个小子，是不是在咸阳城娶了媳妇儿，成了家，这胳膊肘就往外拐，替秦人说话？看清楚点，这是咸阳城，义渠草原才是你们的家呢。这些年，咱们义渠多少兄弟都在这儿成了家，谁能分得那么清楚啊？老子就分得清楚，朝廷就赐这么点东西给咱们，打发他娘的要饭的呢。咱们这些年为大秦拿下了多少城池？且不说这次伐齐，上次攻打韩国、魏国，咱们义渠兵马可是立下了大功。哼！看那魏然当了国相，白起是大良造，嘿嘿，就连那没打过几次仗的芈戎都是华阳君，又封了个新城君。咱们有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？有个屁！对呀，卖命的时候想着我们，等到论功行赏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撂到最后。怎么我们的脑袋比别人的便宜啊？对，这太后待人有厚有薄啊，不公平！这他娘的是酒吗？都酸了，拿着马尿糊弄老子！娘的！将军，你消消气儿，我到咸阳城再给你弄点好酒好肉来啊！将军。哎，这不现成了吗？哎，站住！将军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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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车！喂，停车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这是太后犒劳新成军手下将士的酒水和腌肉。什么新成军？不就是芈戎那小子吗？你们，滚开吧！啊，将军不可！将军，哎，好酒，这才是好酒呢！哥几个，哎，把这酒都弄咱们义渠大营去！好，将军不可！闪开！闪开！你爷爷撕巴了你！走！帮忙，是，快走，把货拉走！哎，公开滋事，竟然强行夺取朝廷劳军的车马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！我看此事你可以这么办，你去找芈戎将军，随他一起去宫里向大王禀报。芈戎将军？对呀，他们抢的不是太后犒劳给芈戎将军的酒水和腌肉吗？哎，您看看，多好啊！好啊！就这2张狼皮，别的没有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别走，你就拿这2张臭烘烘的狼皮来换我这锦缎，这不行啊！我这锦缎很贵的。贵什么贵？2张狼皮换1匹锦缎，在我们草原都是这么换的。哎，我说你个奸商，你要是敢耍滑头的话，打你啊！哎，你别走，谁看你啊？这是咸阳，不是你们义渠，这里可是讲秦法的地方，不给钱休想拿走我们的锦缎！哎，你个臭娘们儿！将军，这2人蛮横不讲理，咱不要了。这是咸阳城，
后不整理这个，来不及了。你别走！你把我锦缎弄破了！你分明是有意把我的锦缎弄破了！你赔我钱！赔我钱呢！就你这奸商故意损坏锦缎，想讹诈我们！别看我们将军老实，就可真有你们讹诈，听见没有？不是，你别走！走啊！赔钱！不撒，撒不撒？不撒！不赔钱！赔钱！赔我的钱！赔我的锦缎！你们不赔钱！还敢在关城门前出城赔钱呢你撒手就第二手！你别走！别走！赔钱呐！赔钱！将军，别走！别走！不然就出事了！哎！走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起来呀！你没事吧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一群人杀人了！走，快点！是有人在杀人呢！一群人杀人了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大王有令，不管何人触犯秦法，一律依法严办。魏将军，走吧。上阵！义渠君有事找寡人。不错。何事？我手下有几个将士，在街市上误伤了人，被廷尉抓走了。其中有个上将军叫虎威，你知道，他是我义渠的勇士，战功累累。我刚刚派人去接，廷尉不肯放人，说这都是你的吩咐。虎威等人违法乱纪，在秦国之内，任何人都要遵守秦法，就算是寡人身边的人，也不例外。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了，以往犯了过错，大营派去接人，只要交了赎金，便可无事。为何这次不放人？莫非你是故意为难我？若只是普通的惹是生非，自然交了赎金便可。可虎威在街市上强买强卖，商家不从便伤人致死，寡人只能依照大秦的法度行事。哼，好。我今日倒要听听，你如何行事啊？杀人偿命。偿命？一个街边的小贩，怎么可能让我义渠的勇士去为他抵命呢？不管任何人，都是我大秦的子民。寡人身为秦王，就要为他们做主。看来你是不肯放人了。不错。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大秦的律法。刚找到的小狗崽子就要呲牙了，听好了，我是看在你母后的份上，我才对你容忍再三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寡人才是看在母后的份上，对你再三容忍。你可明白，这里是大秦，不是义渠，这里我说了才算。虎威触犯秦法，他是死定了。寡人即刻下旨，让廷尉府议罪。说了算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是我让你做了这个秦王，你才能做这个秦王。如果我说个不字，你立刻就得从这个王位上给我滚下去。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我乃嬴氏王族，继承祖业。岂是要你的允许？继承祖业，继承祖业，这才是天大的笑话！是我这个继父鼎力相助，才把你送上王位。如果没有我，你都不知道你祖宗是谁！放肆！我生父乃先惠文王，一个夷狄之辈，也敢自称为父？我与你母后拜过长生天，祭过祖宗，成过亲。你母后嫁我为父，我们自然是一家人。你这些年，我真的是有心把你当成家人，视为己出。可惜呀，你是个养不熟的畜生。既然你视我为外人，我也不想与你亲近。你想从我们这个家里走出去，好。
各立各的营帐吧。你的家，嫁你为妇，你疯了吗你？不信你去问问你母后啊！你。 我们在楚国的探报还说，芈衡听信晋上等人的谗言，不顾黄歇的劝阻，再一次流放了屈子。眼下，楚国已派使臣来到咸阳。母后，继儿，怎么了？你们都先退下吧。是。 怎么了，继儿？母后，你和义渠君他……义渠君如何？您是父王的妃子，大秦的太后。可那个戎狄蛮子，他竟敢说你已经跟他拜过祖先，正式嫁他为妇。哎，你这么着急赶过来，我还当是发生什么事了呢。坐下说吧。母后，先喝口水。母后，您说呀。 我和义渠君的确举行过义渠的婚礼，可您是秦国的太后啊！我知道，世人眼中太后可以养男宠，却不可以再嫁人，所以我也没打算昭示天下。那你为什么非要与他正式婚嫁？因为那时我有了福儿，我不想让福儿做私生子。 另外，我也想有个家。就是因为这个？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可他不这么想。那个戎狄蛮子因为你嫁给他，便把整个大秦也看作是他的囊中之物。不会，他不过是跟你说说气话罢了。母后，继儿不明白。不明白什么？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做。 您这是因小失大。那依你看，什么是大，什么是小？母后，您不是普通的妇人，您是大秦的太后，您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。可母亲想要的东西，却是可望不可及。您说什么？可望不可及？您一直想要的，不就是天下？有一日。 王儿定将整个天下亲手献于母后。看来你的确是不明白。走，母亲带你去个地方。 原来这个院子竟如此局促，可不是吗？转眼这都快20年了。这里面怎么会如此昏暗？ 粗鲁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母亲刚进秦宫时的家。后来母亲有了身孕，你父王就要母亲从这里搬出去了。这里这么局促狭小，怎好住人？我与你冉舅舅、葵婆婆，还有香儿、慧儿。 我们就住在这儿，我们一无所有，却很温馨。秦宫里有的是宽屋大厦，母后为何要住在这么僻静狭小的院落里呢？
因为母亲并不想过宫里人的日子。我原本打算着，有朝一日要轻轻松松地出宫，做个无牵无挂的人。出宫？对母亲来讲，无论是清贫还是富贵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有一个疼自己、疼孩儿的夫君。难道父王不是母后的意中人？进了秦宫，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。但母亲的确是因为有了你，才决定留在这后宫当中的。那母后究竟属于何人？皇歇？皇叔父可是母后的情之所钟。你皇叔父，论情，子歇该是母亲终身的心上人。但母亲与他发之于情，止乎于理。如今，他只是母亲的至亲。可不管是谁，都不该是那个义渠君。母后为何会倾心于那个戎狄蛮子？义渠君是个好男人，有情有义，侠骨柔肠。错不在义渠君，那错在谁？难道错在母后？母亲也没错，错就错在母亲的身份。这身份让母亲想做一个普通女子而不能。继儿，这些你都懂吗？孩儿不懂。你没有经历过母亲的遭际，自然不会懂母亲。你若要责怪，就怪母亲做了太后，仍难舍一个普通女子的初衷。这初衷，对外人是小，对母亲是大。对外人是可有可无，可对母亲来讲，却是取暖的炭火。假如为了秦国的社稷，面对大秦的社稷，母亲仍然是个女人。即便母亲与那个戎狄论过婚嫁，天下人妻无数，可大秦只有您一个太后。孩儿是怕，倘若有一日为了秦国，母后不得不做取舍。不会，不会有那一日的。太后，义渠君来了。义渠君口干舌燥的，你们去给他温一壶酒吧。是。你午后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找不到。我带继儿去了会院。你躲我？你为何要对他说那番话？有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够了，何必故意去激他？对他说了又如何？他是秦王，得敢做敢当。哼，他不认我这个父亲倒也罢了，他竟然说他是因为继承祖业才做了这个秦王。这大秦天下与我这夷狄之辈根本无关。你们两人针锋相对，明明是一家人，却要搞得剑拔弩张，何必呢？他眼中早就没有你我了。他当上了秦王，他以为他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，颐指气使。好啊，既然他长大了，娶妻生子了，你我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。我们跟他分账吧。什么分账？分开过。按照草原的规矩，孩子长大了
就要分给他牛马财物跟人手，让他出去另立一个营帐。你我也不让他吃亏。营季登基的时候，秦国有多少土地，就给他多少土地。你的意思是，从楚国，还有自韩、赵、魏等国取得的100余座城池，都不给继儿？那些城池都是你我及兄弟们打下来的，与这小儿何干？不可以分账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义渠君，这么多年，我们既是家人，又是君臣。论君臣，我和继儿，因为有你等臣子帮衬，才能共治天下，才有了今日大秦的强盛。论家人，我们如十指攥在一起，才能松萝共倚，同舟共济。若照你这么分账，就会变得不堪一击。这么多年，你和继儿虽有龃龉，但总算是相安无事，怎么能说分就分，说拆就拆了呢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总巴望着至亲骨肉都能聚在一块儿。月儿，你我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说你想怎样就怎样，我说过你吗？我管过你吗？可眼下不是我要分了这情分，是你儿子嬴稷先动了手，他容不下我，有一日他也会容不下福儿。在他的眼里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。你先让一步，我也会劝继儿让步。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，你也别太执拗了，就当是看在我的份上。恐怕这件事情你已经管不了了。你让我试试，好吗？那你就告诉他，马上放了我的人。